由台南市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发起中秋关怀弱势学童的活动，今年已经连续16档来举办，透过议员带社会的媒合，汇集了各界的善心，唔定赞助单位有明显的增加，包括议员王家珍嘛加入爱心的行列。伫个中秋进前，办理送暖予南区甲伫安平区，总共13间国小，518位的小朋友。每人一颗月饼礼盒，加着300块的红包。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，靠我们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是没有办法履行16年这样的一个承诺。但是因为有你们的参与跟帮忙，所以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，在每一年的中秋节，能够温馨的送暖，送给小朋友红包，还有月饼。那我还是要再三强调一下我们做这个爱心，希望小朋友能够在有爱的环境下长大，然后在发予他们红包跟礼盒的时候，希望能够顾及到他们的自尊，还有他们应有的尊严所以用鼓励的方式，而不是用施舍的方式去表达。我想这样子对小朋友未来他会非常的高兴，而不是被贴标签我们参与这个活动，我相信包括赎会的发心，是希望我们各己的力量结合众位大德善心人士的力量，让台湾这块土地更美好，让每一个孩子在有爱的环境里面，他成长得更健康，更充满了未来懂得感恩惜福的这样子的一个正能量。新店南区妇女会理事长的议员蔡淑惠，除了感谢365爱心会长期的付出，另外还有侪善心团体甲着企业的赞助，包括国际赛主会300议员区的分区主席，以及国友会共同参与。会中13间国小的校长甲着老师嘛拢到场。除了中秋的送暖，另外议员蔡淑惠也结合下营上帝庙，伫个今年捐出全年的所得200万，赞助弱势学童的营养早顿。上好伫民政局专委的见证下，南区妇女会理监事嘛特别来加码，募得善款赞助上帝庙，希望会用持续帮助南区的弱势学童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